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呢，我哋要來睇一段聖經係提摩太後書第二章1至7節。咁我哋分享嘅題目係恩典上剛強。我哋首先來睇呢個經文，我哋一齊嚟讀。你要在耶穌基督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教導那終身能夠教導別人那個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使耶穌基督嘅權柄。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死謀纏身，好叫那遭他當兵的人喜悅。因若在場上被謀，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冕。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我所說的話，你要思想，因為凡事主必給你聰明。我哋一齊嚟禱告。親愛的耶穌，親愛的主，我哋感謝你，感謝你。呢個恩典始終與我哋同在。今日我哋嚟宣講你話嘅時候，靠你嘅靈就與我哋同在，一齊嚟明白你真理嘅道。禱告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啊，弟兄姊妹，差唔多20年前呢，喺沙士期間呢，中國南方呢有一個城市，咁有位20幾歲嘅後生仔呢，喺學校嘅宿舍裏面讀緊聖經，咁正係保羅寫嘅呢個提摩太後書，讀住呢，佢眼淚唔知唔覺落咗落嚟。因為呢，使徒保羅寫呢封書信嘅時候呢，佢已經被人係關喺監獄當中，因為羅馬政府嘅逼迫，好多人係離棄咗佢。保羅呢知道呢次呢同以前唔同，佢為主啊意思嘅奮鬥時間已經到咗。因為後面呢，佢嘅書信裏面講，佢話那美好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剩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必有公義嘅冠冕為我存留。咁使徒保羅呢，冇為自己嘅安危擔心，反而呢，佢最關心嘅係逼迫中嘅教會。於是保羅寫咗封信俾提摩太，佢屬靈兒子，佢都係教會嘅領袖。保羅呢係希望係呢最後嘅關頭，將從主領受嘅係祝福俾提摩太。咁當時讀聖經嘅呢位年輕人呢，今日係真係企喺大家面前，因為嗰一次嘅讀經呢，佢深受感動，立志要討神嘅喜悅，做無愧嘅工人，按照正義分解真理嘅道。咁從呢段嘅聖經裏面呢，我哋睇到至少有3個方面，保羅對提摩太嘅勸勉。咁首先第一個方面呢，保羅講到要在恩典上剛強起來。原本呢係呢一章開首嘅時候呢，有所以一個詞，意思係話喺前一章裏面呢，保羅係談到逼迫係艱難，所以呢，保羅鼓勵提摩太要剛強。以前呢，呢種剛強呢，同我哋聖書上面講嘅剛強係唔同嘅，因為保羅喺呢度係提醒提摩太要靠住恩典，喺基督嘅恩典裏面嘅剛強。既然係講到恩典嘅話呢，就係承認我哋係卑微噶，我哋係唔配噶，所以保羅呢度聽到我哋要靠住恩典剛強。其實呢，希臘原文裏面嘅剛強呢係一個被動式嘅詞，意思係話係施作嘅被加力量，係從外面得咗力量。所以使徒保羅提醒提摩太，唔係靠自己嘅能力，而係要靠耶穌基督嘅恩典係剛強起來。咁通常情況下嚟講呢，保羅係講一個人要剛強呢，總有外因同埋內因兩個方面。如果從外因嚟睇嘅話呢，當時嘅
政府啊，當時嘅政府係羅馬政府真係逼迫教會，所以呢教會呢在當時嘅時候呢受到好多嘅逼迫，唔單單係羅馬政府，仲有猶太人，仲有異端嘅教導。但係呢，2000年嘅教會歷史呢係印證咗呢個教父提督兩嘅一句話，佢講呢係奮鬥者嘅鮮血係播下了教會嘅種子。咁另外一方面呢，從內因嚟睇嘅話呢，收聖人提摩太呢，佢嘅性格係比較優越啲嘅，做事呢有時候又猶豫唔決，按照呢個世界嘅標準嚟睇呢，呢啲人啊係國勢動盪底下呢唔適合為眾嘅，但係就係人係唔能，就係神呢係凡事都能。使徒保羅呢，才派提摩太去牧養嘅係以弗所嘅教會，呢間教會呢個會友呢，都比提摩太好多都係年長資深，所以呢呢個任務呢係絕對唔容易噶。所以保羅對提摩太講啊，保羅話唔可以叫別人小睇你年輕，仲有就係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多做信徒嘅榜樣。神有嘅時候呢，真係使用呢方面嘅人。聖經係士師記第6章11至17節，裏面就話，當時呢，以色列人受米甸人嘅欺壓，咁為咗防備米甸人呢，係酒醡旁邊打麥子。咁耶和華嘅使者向基甸顯現，對佢講，耶和華要你憑住呢種能力去從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基甸就講，基甸話，主啊，我點有能力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係瑪拿西支派當中最微小嘅，咁我呢又係我父家當中最微小嘅。但耶和華同佢講，我會同你一齊，你會好似對付一個人一樣擊敗米甸人。最後我哋提到，基甸呢帶咗300個勇士，憑着神嘅同在，得勝咗米甸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寫呢封書信嘅作者使徒保羅呢，其實都係同我哋一樣嘅情況。使徒行傳裏面第9章記載，佢呢本來係領咗大祭司嘅文書去捉拿基督徒，但主喺大馬色路上光照咗佢。之後呢，保羅好快為主火呀，積極嘅傳福音。不過當大馬色嘅曾經提到要捉拿佢嘅時候呢，我哋從聖經上面睇到啊，保羅係連夜被人從窗戶當中用筐子裝住，沿着城牆放地逃走啊。所以保羅呢寫俾哥林多書信裏面就講，如果要誇口嘅話呢，就誇我嘅軟弱好了，因為基督嘅能力喺人嘅軟弱上面顯得完全。我幾時軟弱，幾時就剛強。我哋再嚟睇第二方面嘅教導。保羅對提摩太講，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俾那忠心又能夠教導別人嘅人。保羅呢度呢講到呢個教託係指聖言真道嘅教託，而係保羅呢要提摩太靠住聖靈牢牢守住嘅聖道。呢個聖言嘅交託呢，其實都係從神交託俾先知使徒，又通過聖靈嘅保守呢，一代一代嘅傳承落嚟。對此呢，保羅話：我知道我信係邊個，也相信佢能夠保存佢交託俾我哋直到嗰日。保羅呢將從神領受嘅教訓交託俾提摩太，咁提摩太又交託俾邊個呢？就係聖經話有終身又可以教導別人嘅人，所以終身係指向上終身忠於聖經嘅教訓，忠於神向上負責，係善於教導嘅話呢，就係向為眾負責。為的係服侍教會，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嘅身體。聖經呢度話呢，提到教託，實際上面都係提醒我哋，教會呢要有傳承。好似呢接力賽跑當中跑手
唔單單要跑得快，仲有呢呢個高磅、質磅都要好，呢個都係好重要。如果跑步比賽嘅時候，如果高磅失敗嘅話呢，都好難攞到獎牌。咁今日我哋主願教會呢喺呢度聚會，呢度係有建立新嘅教會啊。我哋教會呢係1973年成立，到而家呢啱啱係51周年嘅。按照中國孔夫子嘅講法，咁呢個呢係知天命之年。主恩教會嘅知天命係乜嘢呢？有乜嘢係我哋係可以往下係傳嘅呢？2022年嘅時候呢，我啱啱到美國嗰陣，借住係洛杉磯一位基督徒朋友嘅屋企，咁有一晚呢，有位教會嘅會友生日，咁佢哋約咗我哋有5、6個人，就係一間火鍋店幫佢慶祝生日，咁大家嘅年齡差唔多，咁係傾住呢個小朋友嘅嘢。咁呢位會友呢係日式嚟㗎，咁佢嘅丈夫呢係銀行做嘢，佢嘅細細個小朋友呢係差唔多8、9歲，不過呢係一個星期呢，佢有差唔多10來堂嘅升學班嘅課堂。咁小朋友呢，呢個琴呢彈得好好，仲有呢這個學奧數、兒童編程等等，反正上面呢幾位家長呢七嘴八舌嘅講佢小朋友嘅未來。咁有一位話：你哋個仔將來可以做音樂家，佢琴彈得好叻。過生日嗰位媽媽呢聽咗呢小妹妹嘅應承。另一位話咗呢。你哋嘅仔將來可以做醫生，我哋你哋依樣所人尊重。咁過生日嘅媽媽呢，都係小妹妹。我插咗一句，我話有冇諗過個仔大咗之後呢，準備做牧師啊？呢個時候呢，唔知點解全場氣氛突然之間凝固咗，見咗1、2分鐘，大家你望住我，我望住你，都冇講一句嘢。聽見未？中國人做父母呢，我哋好花時間先出係子女身上，但我哋關心教會對成家嘅關心呢，對教牧傳承嘅關心呢，有冇付出咗時間同埋信心呢？2022年，我因為疫情嘅緣故呢，係原本喺香港，原本從香港到咗呢個美國，咁係2022年嘅1月16號要翻去，不過呢，疫情爆發咗呢，翻香港嘅航班呢取消咗，咁我係只係留喺朋友屋企，咁嗰個時候呢，禮拜日嘅時候呢，我係去唔同嘅教會參加崇拜。咁我都睇到好多教會嘅牧師呢，年紀好大，上咗講台都企唔穩，但教會仲冇接班人。仲有啲教會呢，因為疫情影響呢，聚會人數都少咗一半，連牧師都冇，就可以每周請客做講員。弟兄姊妹嘅靈命呢，得唔到牧養，福音呢都難以興旺。弟兄姊妹教會呢，其實都需要有傳承，因為主必興旺，我必衰微。感謝主，我呢瀏覽咗你哋教會嘅網站。雖然我哋而家呢個 Millberry 分堂嘅網頁內容唔係好多，不過呢都已經顯成我哋教會50周年嘅呢個知天命。因為呢，我睇到主教會喺實踐大使命裏面呢，就有一樣係教會50周年嘅時候呢，就係2023年4月8號正式開始咗喺呢度係植堂，開始咗粵語同埋普通話嘅崇拜。咁我哋係 Millberry 嘅植堂呢，就係要實踐主耶穌嘅大使命同埋牧養。大使命呢係馬太福音28章講嘅，所以你哋要去，所以萬民做我嘅門徒，奉父子聖靈嘅名為佢哋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哋嘅，都教導佢哋遵守。
這樣我就同你哋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約翰福音第10章第17度講，到再來，唔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哋再來睇第三個方面，第三方面係同受苦難見人得爽。保羅呢提醒提摩太，你要同受苦難，好使耶穌基督嘅精兵。呢個要求呢唔單單係指教會領袖，我覺得都係對所有基督門徒嘅吩咐，因為聖經都話俾我哋知，一個肢體受苦，眾肢體就一同受苦；一個肢體得榮耀，眾肢體就一同歡喜快樂。提摩太後書3章11節都話：凡立志敬虔都有所逼迫。主耶穌又話：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日日背起佢嘅十字架嚟跟從我。路加福音第9章23至24節，差唔多呢係2013年左右啊。我呢喺香港啱啱讀完咗第一個神學學位，嗰個時候呢，我呢就喺香港呢個有個基督書樓識咗幾位從香港從深圳嚟嘅弟兄，咁佢哋邀請我係去深圳係交流呢個職場福音嘅事工。咁我去咗之後呢，大家傾得到好投入，咁從傍晚一直傾到深夜，甚至係凌晨。咁佢哋呢幫我喺深圳華強北嗰度呢係訂咗呢個旅館俾我過夜。大家知道深圳華強北係當時嘅世界上面嘅電子產品批發市場，好多人喺嗰度做嘢好忙碌嘅。咁第二周呢，上周差唔多10點左右啊，我起身行到呢個華強北地鐵站，準備返香港嘅時候呢，睇到地鐵站好大一群人係湧出嚟，嗰一刻呢，我就諗起主耶穌講過嘅話：主莫體貼，莊稼已經成熟，個收莊稼嘅工人在邊度呢？之後呢，我就同工一齊喺深圳係做緊職場福音嘅工作。嗰時候我睇到地鐵站有好多人係派發呢個福音單張，我就鼓勵呢個弟兄姊妹，咁我哋都可以，我哋喺地鐵站睇到佢哋係派發呢個廣告單張，咁我哋就鼓勵弟兄姊妹，佢哋可以派發福音廣告單張，我哋就應該可以派發呢個福音單張啊。實際上面呢，其實中國大陸呢，如果你係公開呢個傳福音派發呢個福音單張呢，其實又會迎來呢啲好逼迫嘅嘢。咁我當時呢同弟兄姊妹喺地鐵口就係派發福音單張，唔係講呢個成果嚟跟我哋啊。有時候我哋好心嘅要把呢個福音單張呢個永生好消息派俾過路嘅呢個過路人。我好多時候換嚟嘅都係冷眼同埋輕視。有時候呢有嘅人都學我。如果為咗自己呢，其實我哋當然唔希望係咁樣。不過為咗福音，因為我哋係欠咗福音嘅債，好似保羅講我不以福音為恥。當我哋因基督嘅名被羞辱、被輕視，甚至被逼迫嘅時候呢，其實呢啲經歷呢，都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嘅親近主耶穌。接着落嚟呢，保羅呢用咗佢嘅比喻係講終身服侍嘅3個唔同現象。首先呢，我哋睇到係徵兵嘅現象。呢度聖經講，凡係軍中當兵嘅，唔將死亡產生，好叫召佢當兵嘅人喜悅。第二個方面呢，係運動員嘅現象。呢度講呢，應該係場上比武，非常規矩，唔可以得冠冕。
第三方面呢，呢度都講到有第三個現象係農夫嘅進帳。呢度講勞力嘅農夫理當先得糧食。無論係徵兵同埋運動員定係農夫呢，佢哋都有個共同點呢就係終身專注同埋願意付出代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哋都有同樣呢個清晰嘅使命如果我哋往前行，我哋往前為神嘅國度征戰嘅時候，可能呢個過程會有艱難，不過跑到終點嘅時候，一定可以得到主耶穌嘅應許嘅賞賜嘅。所以弟兄姊妹，我哋都要清楚我哋生命當中有咩嘅使命。使徒保羅喺腓立比書第3章12到14節話：我唔係話我已經得咗，我已經完全咗，但我係竭力嘅追求，我只可以得咗基督耶穌為我所以得咗嘅。我只有一件事，就係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標杆直跑，要得勝喺耶穌基督裏面從天上來找我所得嘅獎賞。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有冇與主同受苦難，或是耶穌基督嘅爭兵呢？有冇捨己日日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從主呢？我哋再睇呢個我哋最後呢要分享一個真實嘅故事作為我哋嘅結束。喺差唔多20世紀初嘅時候呢，有一個年輕人，佢嘅名呢叫威廉波頓。嗱，佢呢係差唔多係19世紀末出生所以當佢20世紀初嘅時候呢，佢係差唔多高中畢業。咁佢高中畢業嘅時候呢，其實佢已經係身家百萬嘅呢個家族企業嘅繼承人。咁佢嘅父母呢，送咗佢一個畢業禮物呢，係環遊世界。咁佢旅行到亞洲嘅時候呢，佢見到當地嘅人生活好貧困落後，同埋冇盼望之中呢，佢嘅心裏面好受感動。於是呢，佢寫咗封信俾佢嘅父母，表達咗希望成為宣教士嘅心願。佢嘅父母好擔心，所以呢，勸佢呢先讀完咗大學，咁再諗呢個宣教士嘅事。咁波頓呢，最後呢都係聽從咗父母建議。咁佢係錄咗呢個耶魯大學，係佢嘅聖經上面都寫咗一句話。咁喺讀大學時候呢，波頓雖然係年輕富豪，不過佢從來冇炫耀自己嘅財富，反而係珍惜時間，積極嘅推動校園查經嘅小組。當時候嘅呢個大學裏面呢，其實大家嘅光景唔係好好，雖然好多人係信主，不過都係掛名嘅基督徒。咁佢呢就喺校園裏面發起咗呢個讀經祈禱會，差唔多有1/3嘅學生呢讀到最尾都同佢一齊喺讀經查祈禱。咁耶魯大學畢業之後呢，佢呢都冇忘記自己要做宣教士嘅初心。咁佢馬上係去呢個內地會喺美國分會申請咗呢個成為宣教師。不過呢，佢嘅媽媽呢係早一步行動。佢媽咪呢係奉獻咗一大筆錢俾呢個內地會，不過有要求係唔可以接受佢嘅仔嚟申請。當時呢，因為去中國嘅地方宣教呢，正好危險，特別係內地會係要深入到中國內地，冇呢個司令官嘅幫助，所以呢非常非常危險，可能都會失去咗生命。所以呢，佢媽咪呢係奉獻咗一大筆錢，不過要求唔可以接受佢嘅仔做宣教師。所以當波頓呢係去申請嘅時候呢，內地會嘅同工就話俾佢知，佢好多方面都好好，不過就差咗一樣嘢，就係冇讀過神學，就鼓勵係
到咗神學之後再去做宣教士。鲍登其實心裏總都有些沮喪，不過好快呢，佢就鼓起勇氣，係真係說實行嚟，係申請呢個去普林斯頓讀神學。咁佢又係佢嘅聖經上面寫低咗第一句話。3年之後呢，波頓再一次去申請做宣教士。呢一次呢，內地會都冇任何理由拒絕，拒絕係佢。最終呢，佢都成為咗內地會嘅宣教士。仲有例子係將福音帶到世界上面最艱難嘅地方，係中國蘭州，因為佢問叫我去邊度？咁佢就話邊度最困難，邊度最艱難，我去邊度。所以你哋會同話俾佢哋知，係佢知係中國蘭州，因為嗰度唔單單係中國嘅艱難，仲有呢個回教徒嘅艱難。所以呢1913年嘅時候呢，波頓喺美國去中國途中呢，佢係埃及開羅同羅河阿拉伯文喺街頭上面呢，都係分發呢個福音單張。不過呢，佢係離開佢喺開羅嘅時候呢，感染咗呢個急性腦膜炎，唔到1個月嘅時間係離世，佢差唔多只得25歲。當佢嘅遺體同埋遺物用翻去家鄉嘅時候呢，人哋呢係佢真愛嘅聖經上面提到咗3句話。呢3句話呢，首先第一句人係佢亞洲行嘅時候寫嘅，係 no reserve 冇保留。第二句話係佢耶魯畢業之後申請咗宣教士俾佢嘅時候嘅寫嘅係 no retreat 冇退縮。第三句話呢係佢喺開羅特別嘅時候知道自己快要離世嘅時候寫嘅 no regret 冇後悔。聽住未？其實呢，呢個波登嘅生命係人睇嚟好似充滿咗遺憾，好似係好多後悔。一個年輕嘅富有有才華嘅宣教師，都學咗神學，仲未踏足呢個何曾，仲未踏足中國就離開咗世界。好似中國人講嘅，出師未捷身先死，曾是英雄淚滿襟。個波頓嘅傳記作者馬里泰勒就講，波頓放棄咗唔單單係佢嘅財富都係包括佢嘅生命。不過呢，佢放棄嘅時候呢，顯得好愉快，好自然。令到呢件事呢，好似睇嚟唔係犧牲，好似係神俾佢嘅特權。點知未感謝神？波頓嘅事蹟呢，最尾呢都激勵起好多個人，包括呢個耶魯同埋普林斯頓嘅畢業生，佢哋呢繼承咗呢個波頓嘅意志，係成為宣教士，將福音係帶到中國同埋其他嘅地方。約翰福音第12章24節，主耶穌講：一粒麥子如果唔係落在地裏死咗，仍然係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嘅子粒嚟。頂住未感謝主，讓我哋呢都成為主手中嘅一粒麥子，都係為主擺上，就結出許多嘅子粒嚟。都靠主記住，今日神記着聖經即使徒保羅嘅教訓，又係耶穌基督嘅恩典上剛強起來，直到主耶穌對我哋講，那個有終生有靈生嘅僕人，可以嚟享受你主人嘅恩澤。我哋一齊禱告，主耶穌，我哋真係感謝你，多謝你記着聖經上嘅話，鼓勵安慰我哋，又係耶穌基督嘅恩典上剛強起來。主啊，靠你都使用我哋成為你手中嘅靈麥子並且係捨己死咗，
成為你合用嘅器皿。感謝主，奉耶穌基督嘅名禱告，阿門。